係啦，OK，好，轉人。OK，好，大家理解到啦。當你做嘅時候咧，一擋完插，改一下你個腦，你要有意識對方會攻擊佢嘅左手，得唔得？呢個係最基礎嘅，因為你喺內圍，你喺裏邊，你唔係喺外邊。OK，跟住其次，你而家再轉出去，你去到外邊嘅時候咧，唔需要 care 佢嗰隻手啦，因為外邊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好安全嘅地帶。咁喺呢個安全嘅地帶嘅情況底下咧，你可以繼續做你嘅進擊。係啦，一、二，跟住落翻手，跟住就再接落去嘅。其實係啦，即係個原意係咁樣行法嘅 combo 得唔得？咁只係大家兩個對應嘅時候，等你有一個好適當嘅大家嘅距離嘅位置嘅手法手型，去大家做一個 responding，做一個對沖嘅動作啫，即係好似一個 Sinawali 嘅玩法，即係練習嘅時候。真實情況下，因為你行咗去對方嘅側邊啊嘛，咁所以你係上嘅時候，我哋第一個 combo 第一下手，我哋要做一個figure up 係咪 slash up？咁所以就係攻佢嘅手嘅，得唔得？跟住其次就攻頭啦，落去啦，插反手啦，得唔得？好，Patrick 嗰邊做一次啦，係啦，OK，得唔得？都係太高啊，Anson 擋得都係太高啊，你要帶低佢啊，嗰個角度啊。係，咁樣你先啱你個手嘅位置啊嘛。當你做擋完裏邊帶過去外邊嗰個動作咧，得唔得？你帶低佢嘅手一定要，你唔帶低佢嘅手咧，你點樣就自己咧？即係等於你做 outside grab，你做立手，你唔係立低佢，你立喺個高位度，咁對方隻手都仲喺度，你攻擊已經冇任何效啦。OK？因為你立低咗呢度先係空間嚟噶嘛，我哋將佢嘅手帶低過你個頭，咁你之後接嗰啲動作你就容易啦，因為我哋之後接反手打佢嘅手噶嘛，打佢嘅手嗰係你由高位落去噶嘛，A、B、C 去到 C 位嘅時候，由 A 去到 C 位嘅時候，你落到去目標，你個力就會打到佢最大，從而你第二隻手就要去再封手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留心了解下，如果你將佢嘅手帶到去你嘅 B 位啦，即係帶去中位嘅位置，當你打出去由 A 位去到 B 位都已經卡住咗啦，個力就去唔盡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，記得要急拉低佢隻手，唔好貪快，快冇意思。當然快得嚟要啱，OK？咁啱得嚟你要理解所有路線、所有動作嘅路線，究竟邊一下係正確，邊個位置係正確。當你了解咗正確嘅位置嘅時候，你點樣加速我唔理你，OK？但係而家呢一刻大家需要去咀嚼一個動作。OK，慢慢咀嚼咗條路線，了解咗啦，適合自己嘅位置究竟，因為每個人嘅手長腳長唔同，距離前後都唔同，咁所以你要去除咗了解個動作之餘，你係要了解你自己究竟我隻手有幾長，去到邊個位置放幾出放幾入，用幾大力先可以控制到對方，從而我落 angle two 嗰下動作咧，呢個就係我哋要去思考嘅問題，唔係淨係咁簡單，淨係睇個表面，我哋淨係做個動作。淨係做個動作，好多同學都了解條路線點樣行，但係行得啱唔啱又係另外一樣嘢，做得透唔透徹又係另外一樣嘢。咁所以動作當中要去了解自己，要去揾到自己最舒服嘅方法去 respond 個動作。OK，好，大家繼續。